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亚珊，欢迎收看1月12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去年天高地的皇帝伫市府团队甲全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创下本土零病例的成绩。市府市长李梦燕除了一一颁奖，奖励社区甲学校的参与皇帝。卫生局嘛定出今年天高地3大皇帝目标，以及科技辅助等10大原则，希望大大减轻天高地的威胁。为了感谢去年全民参与皇帝天高地的努力，特别是社区甲学校拢分别动员志工队参加助成员，同时透过画图比赛来教育宣导，共同创下本土零病的好消息。下晡市长李梦燕以颁奖鼓励。我们在跨年当天，这个高铁跨年一刚跨年12点，我们确定去年是零本土病例。而且是创了1997 20年来的记录我们是不是带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来基于咱3年前那样的一个惨痛的经验跟教训，那市府也接着马上成立登革热防治中心，那跟我们中央我们的这个南区这边一起大家来努力。一起努力，一起合作。那也引进，包括我们以这3个原则就是主角境外全民参与然后还有科学防疫虽然市府为去年的成绩骄傲，不过今年犹原未当放松。卫生局定出主动伫境外全民参与甲科学、防疫等3大天高地的防治目标，以及社区动员等10大原则，为市民的健康把关。拜托大家因为猎网毋是登革热中心的专长，嘛毋是我的义务，安尼知无？汕头有责任，咱汕头有责任，咱社区的志工队有责任无？有无？表现了好无？安尼就对啊吼，今年迄个吼，咱即马呢，大概准备去年成绩拢袂歹，咱今年呢爱搁较支持落，好无？天高地皇帝真正无撇步，只有全民落实巡岛清山，加上科学的辅助，相信当大大减轻威胁。电新闻本及高国义采访报道。中嘉牛埔地区输入废弃物处理场的设置，引起地方居民的反弹。上个伫医院环保团体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质疑欧星公司设置地荒地，并且违法开挖道路。等于是为开发 MI 场做准备，要求市府撤回施工许可证。上澳龙雅区在地里面，环保团体甲议员做伙召开记者会，质疑欧星公司以水土保持的名义设置地荒地，等于是为开发 MI 场做准备。对着当地已经有现有的便道会当行，是安怎要挖山造路、破坏山林？要求市府撤回施工的许可证。这个所在真正嘛无人住，那真侪是因为因家己共开路的工程造成坍塌，了后，较来搁要修缮。比如讲迄个先来这个家己先来。迄个自导自演一个安尼讲歹听是安尼先甲帮了后，较来讲要来防灾要来迄个用一寡所谓的防灾的名义建设咱市政府嘛讲这个若无准予必责任是咱市政府的我想这论述这是唔对的这个是空白路，哪边有崩塌？哪边有崩塌？水利局的专业在哪里？请问一下，这哪边有崩塌？现在我们昨天去会勘的时候，你看那旁边原来是好好的草原，有没有草地？右边那个白色旁边就是我们昨天去的地方，现在被挖成什么样子？变这样子啊？这样是在制造黄龙吗？还在制造土石流？制造土石流。下一张。好，这个现在他们就这样
核准以后就肆无忌惮就开路啦。陈顺良指出，两家区的牛埔有特殊的泥岩地形，是当地唯一的观光地区。你现在竟然要变成掩埋场，更需要废弃物，任何人拢袂答应。法律的代志，破坏咱的水资源，佮破坏咱的观光景点，这个不是恶行，三级的恶行。所以这个对了，我希望讲，按水利局爱及时甲动起来，唔通佮继续去遐时间啊，这种严重破坏咱这观光景点。我想所有的家百姓无一个愿意了用大粪扫。这里个澄清，欧信公司日前申请通过的是经济部工业局的水土保持防灾计划，伫兴办计划部分并也未核发，等于是甲开发掩埋场无关系。离道路开挖的部分，因为无事先向市府申请得到同意，就进行施工，所以也对业者依法开发。被责只能够针对有防灾的可以当责。只有防灾的部分，正式公文告知他，双挂号寄给欧兴。只有防灾的部分，所以只有针对0.6，申请41.2公顷，我们只有0.6公顷，就是这个所在原本有做一个临时自容池，好，我互你做一个较完整的，好，莫讲你去做，你无申请，阮去甲你发。依法来申请，我只准你做这个较早的临时自容池，互你做一个较完整的完整的。但是当你看，发现讲迄阵伊申请讲要做这个临时自容池哦，搁要乌山要做一个便道，我昨随看我就讲安尼袂使，安尼袂使。你要做自容池，这是有防灾，但是你搁要开挖去做一个变道，我讲那这样就不行。这个局长表示，因为这个事件引起真大的争议，所以未来也会送到中央开会建议。本新闻站上王子豪采访报道。在元旦期间，担任市长参选人陈廷辉正式完成37区超过370公里的铁马行动，宣示行动政府的理念。不过，事后在网络上谣传，伊毋是专程骑铁马，拢有坐车等等，所以嘛，互伊紧急召开记者会来澄清。会中第一摆幸福铁马行的车友陪同甲见证，担市长参选人陈廷辉除了骑完37区370公里的行动，嘛召回所乡亲的期待，要将梦想一步一步实现。不过，这项行动嘛，因为伫网络有被口舌，无可能啦，拢有坐车等等。所以，陈廷辉上午除了公布这一礼拜来完整的影片记录，嘛借此澄清谣言。我们知道，在选举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脸书或是网络，然后就有人说陈廷飞是骗人的啊，基本上他就是有坐车啊。然后再到哪里，然后只有最后骑一段，然后甚至有人说哪有他在盐水，可是我在安南区看到他。我觉得这就是网友基本上不知道是谁的网军了哈。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陈廷飞就是从第1天骑到第6天，而且在脸书当中都可以看到我的直播，我的车友都可以证明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所有的候选人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整个选举的主轴，到底你要拿什么牛肉给所有台南的乡亲？你到底要呈现什么样的感觉给台南乡亲？而不是一直打高空，或是在这个整个所谓的抹黑耳语部队去做处理，甚至网军的一个伤害。陈廷辉透过铁马行，以充开体力甲耐力等特质，甲所要传达的行动政府理念，就是要对选情加分，证明伊就是上届适合的市长人选。第一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好用都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伫知影市府消防局欠缺消防救灾设备以后，特别关进一台灾前勘查车，甲各项救灾装备，希望以高科技的设备提升救灾效能。想由消防局长李明峰代表接受，并颁发感谢奖牌来表达感谢之意。这台灾前勘查车是好用都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第2次关进后消防单位的救灾新利器。
基金会伫知影消防局欠缺灾情勘查车甲救灾装备来执行消防救灾任务，特别先进企业社会责任，捐出总价值160万的车辆甲救灾装备，为消防局第7大队中警分队带来一批新的生力军。第一次是10几年前捐了一台这个消防救助车。 然后因为10几年，我问这个大队长车况如何，他说可以啦，但是我们很欠缺一些器材啦，指挥车，我说OK， 因为科技在进步，我们也要帮忙这个发挥兄弟的安全，用无人机、先进的器材救海、落水的，或是高楼火灾，这方面我们也一定是需要先进的科技，包括这个地震。 所以我们企业界本来就是化妆领域要支援这个我们社会的需要的方向，包括这个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所以我们几乎马上答应就是捐助了这一批。这次财团法人侯永都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呢，捐给我们1部灾情勘察车，还有多种飞行器。 还有自动水下的这个搜救器，那么总价值高达将近200万元，我们非常谢谢侯董事长他们热心公益。那么之前他们也捐赠了我们的水箱车1部，那么都已经发挥很大的效用。我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的台南的热心人士、善心人士，消防需要的救灾装备是无穷的。 那么我们能够社会给予这个消防弟兄协助呢，我们非常欢迎，也表示感谢。这次捐赠的救灾装备包括有防水以及训练用的多轴无人机、救援的遥控船、无人机用热显像仪、移动式充电系统等等，包括着海空的高科技装备，来提升救灾效能。 更希望借着这次的捐赠，会当带来抛砖引玉的效果，鼓励更加多企业做伙响应社会公益。但新闻站上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 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台南市美术馆预计伫今年底完工启用，在筹备期间，嘛持续推广艺术教育。其中，为了让咱后一辈拢会当认识台南杰出的文化艺术家，该馆嘛特别捐赠蔡朝如等3位艺术家传记，和全市108间各中甲高中职，嘛借此培养学生对艺术的兴趣。 但市美术馆目前正积极赶工，希望今年底会当落成启用，完成台南文化的历史性工程。当然，伫边艺体建设同时，所有软体展场拢持续进行，甚至已经开始推广艺术教育。上午美术馆伫董事长陈辉东等贵宾的见证，正式将美术馆传记赠送予台南市108间高中职的学校，由局长陈修平代表接受。 今天的赠送的这3本书呢，其实是意味着我们台南市的人来阅读我们台南人，从乡土出发来阅读，在同样的一种物质条件之下，我们台南的艺术家如何奋发向上。大家都会常常说，媒体是从北部来看南部的，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当下，我们自己看自己，
当我们看得了自己的成就，我们就可以由我们来看北部，由我们来看世界。在他们这么忙碌于硬体建设的同时呢，他们也关怀到就是我们在艺术教育方面的这个推广的部分哈。所以在硬体还没有落成之前呢，就先做这个所谓的，今天我看到标题是所谓的家庭美术馆的这个内涵的部分哈，就是将这个艺术家哈，尤其是我们台南在地的这个艺术家，等于是像传记一样的这本书呢，总共有3本，好，来赠送给我们所有我们台南市的这个国中跟高中职校哈。让我们的这个学生呢也有机会哈，了解这些台南在地艺术家他们呢一辈子他们创作的一个历程啊哈。会当登上这本美术家传记，拢是台湾艺术界知名的美术家。更加难得是今年文化部所出版的10位当中，都有蔡草如、戴英杰加陈慧东3位咱台南出身，来当看见台南文化艺术家的实力加生命力。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湾拼布艺术协会在2007年4月份成立，在10年内积极发展拼布艺术，同时促进国内外作品交流，并在10周年的重要里程选定新华美学馆，展出115幅的作品，希望让更较侪人进一步了解拼布艺术。各式各项的拼布创作品，代表着不同款的主题，也让人感受到纤维材质艺术价值以及美学意义。2018艺术拼布展总共展出115幅的作品，就由这款作品也见证了台湾拼布艺术协会10周年的丰富成果。我们的会跟着10年的成长，算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那这个空间呢，就是看到这一次的展，所有的作品有115件。那115件里面，最大多数都是以大自然的这个关怀居多。那大自然关怀里面，就是在生活里面做体验。那还有这10周年呢，成长，我们也发掘了很多新秀。这些新秀的成长呢，透过我们架设的舞台，每一次策的展，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在1次的翻脚、2次的翻脚之后呢，更成熟了。这届10周年协会也特别设计了10周年的纪念图腾璀璨，由60位学员依照着固定的构图，做出无同变化的自由创作。同时，为了庆祝10周年，协会也邀请了9位艺术家，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澳洲、韩国以及台湾，来展出因上届新的作品。总共有5个国家9位作家。那如果大家可以再细心一点的话，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独特的技法，还有他抒发他灵感的图像是不同的。那也让一起参展的台湾作家有更大的学习空间有互补的作用。另外，在展场内这幅上届大型的创作《快乐海》是台湾拼布艺术家的联合创作，也是目前世界上上届大的拼布创作品。伊也将伫咧今年中前往美国参展，明年竟会伫咧英国甲法国来展出。显示咱台湾的拼布艺术已经达到世界级的水准。多元丰富的展出，即日起到1月28号，就伫咧台南生活美学馆的第3展示展出。同时1月13号甲1月20号，也有免费的 DIY 体验活动，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国际级的展览。台南新闻自豪采访报道。随着人工智慧机器人的应用愈来愈普遍，基比医学中心也特别伫药物咨询室门口设置一只机器人，不但提供民众药物咨询，而且可以跳舞甲民众互动，缓解民众伫担药过程的无聊。这台合作 Paper 的机器人，除了会当随着音乐跳舞以外，也会当甲人开讲。平常时拢放伫咧基比医学中心第1医疗大楼的药局药物咨询室门口，针对比较简单的药品向民众卫教。
和民众伫咧等待领药的过程当中，甲机器人互动，因为当中还是一寡药物的相关知识，增加民众的用药率低。在我们奇美医院，Paper 主要执行的业务就是有关药品咨询的部分。第二个就是药师说药的部分，让民众吸收药物新知。最后一个就是跟民众互动的部分。那我们希望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咨询室的人潮会比较多，所以希望利用 Paper 来进行分流。第二个药师说药部分，就是因为其实 Paper 对民众算是比较没有看过的这个新机器人，希望这个民众可以有比较多的兴趣，来引起他们对这些药物新知的认识更想进一步了解。最后是民众互动的部分，有时候也知道医学中心它在后药的时间会比较久，特别是小儿磨粉的时间会等待时间比较久，所以在等待过程中会特别焦虑，不管是爸爸妈妈或小孩。所以在这段等待时间过程中呢，就是可以跟 Paper 做互动，包含先问说，这个小儿磨粉退烧要注意什么事项药水要怎么泡这个就是我们 Paper 主要目前负责的业务。这台机器人为1806年7月1号开始启用，到1806年12月为止，已经有1700多人使用，满意度达到74%。显示人工智慧机器人在医疗应用是愈来愈普及，而且多元，进一步也提升医疗品质。电视新闻山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温度8度到20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到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亚珊，咱再会。